買車除咗要夠型，仲要夠實用。今日就帶大家睇睇 BYD 燒6嘅原級空間，擁有同級罕見2820mm 超長軸距，後排採用全平地台設計，坐滿3個人都唔會頂腳，每個人都有自己伸腳嘅空間，完全冇壓迫感。同級小件雙儲物空間設計，前備箱防水實用，容量65列，後排座椅仲支援靈活摺疊，尾箱空間倍增高達460列，無論假日去露營定行街掃貨，車廂嘅空間絕對夠你收納裝備同物資。要顏值，仲要有實用大空間。BYD 燒6完美裝載你每一趟旅程。想同屋企人一齊體驗我哋嘅駕駛感覺，快啲撳返下面條 link，聯絡我哋專業嘅銷售顧問預約試乘試駕啦！